啦，我们最后那个呜啊呜啊那个大一个很长的那边。没有，他们看起来不可以啊。可以吗？怎么？我哪里看得出来可以？没有，他们练这一段呜啊呜啊就好，其他真的吗？对，你不要看扁他们好不好？没有，没有这样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最后那个呜啊呜啊那个也是录给他们练习一下。呜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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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。不要看扁他们，没有看，哎，不赖我，他唱得很爽，对啊，那等下呜都给他呜就好了，等下给他呜就好，好啊，那我们开始吧，我们的最后一首歌《My Story》送给你们，谢谢，耶！这一次来到这里很开心，要记得帮我们。对，最后一首歌大家该跳起来吧？他们真的不跳，要帮我们按赞一下。对，不要跳就按赞，不要跳就按。那这样按赞就不跳了，这样就不要跳，全部坐下来。等下开玩笑，那你们记得按赞，然后IG 记得追踪。好了，我也只能落寞了，回到台北。对，我们就异乡人，北漂，担任彼此的过客。高抠的。刀疤，窗外雨下，鞋子湿掉也没办法。说好没种花，1年忘了，还有最可怕的就剩他。哎呦哎呦，你拿出你的手机了，碰它碰它，你决定抱怨一下。哎呦哎呦，你决定把你的残渣。还是写个 story 好了。你的 story 我现在不想知道了，自己的人生该自己面对了。不能不再被在理想的背叛。你的 story 我现在不会搞了，因为我发现我可以比你哈哈哈。不能不再被在理想的背叛。刚才那边有个哈哈哈，你还摇，你帮他帮帮啊！给你尖叫声！怎么又假扮夜深人静，见也没了你没办法。说好的个性，老板你忘了，还有最可怕的员工价。哎呦哎呦，你拿出你的手机了，hold up hold up，你决定抱怨一下。哎呦哎呦，你决定把你的残渣。还是写个 story 好了。你的 story 我现在不想知道了，自己的人生该自己面对了。不能说再被在理想的背叛。你的 story 我现在不会搞了，因为我发现我可以比你。不能说再被在理想的背叛。Come on solo， 尖叫声。借我你们的双手，最后一首歌了，大声一点好不好？我要回去了。长号。小号，尖叫声，手不要停。萨克斯风，尖叫声呢？
请留步，请留步，要拍一个照片，好不好？我们请摄影师到台上一下，拜托哦。这是该来的吧？对，这次大家应该要往前了吧？他们还不对不对？伤心呢。对，是伤心的哎。快点过来啦，拍照应该可以。对，来，摄影师麻烦从台上你们。